今天来跟各位聊聊天，好，对。那个 Louis 说晚上刚吃完昨天买的鸡翅，好吃哦。啊，谢谢。然后有人叫我们加油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宣正说，下次客人再说40很贵，就算他一只80。我们不敢这样拿。对。然后当然我知道他是帮我们，谢谢我们，然后开个玩笑这样，哈哈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在这边要很谢谢各位啦，因为就在我们9月18号鸡翅上线的第一天，其实很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。对，就是很多朋友呢，其实都已经订购了，而且是特地也来到了垦丁大街，然后在我们摆摊的地点先等我们。对，很感恩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我真的是眼泪快要流出来。其实我们这一路上真的很多人在帮我们。对，对，我觉得其实。这个一路走来到现在，我觉得真的，我心里面很多感触，非常多感触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做记者的时候，妙妙帮我们。对。然后到后来，山下人家的老板跟老板娘也是帮我们。对。然后现在是咱里还想讲的阿布也在帮我们，桂姐啊、佑姐、瓦力跟伊爸，他们都很就是给我们很多，不管是设备还是说建议，还是人力的付出，对，然后还有很多客人也是很支持我们，然后其实没有自己跳下来做吃的，你不会知道说原来餐饮业的人那么辛苦，对，就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很伟大。我们现在去餐厅吃饭，我们也是很跳秀他们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我觉得到现在，当然我们。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啦，就像你刚刚讲，但我也要谢谢你啊，我也要谢谢你。没有，我也要谢谢你，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我的鸡翅，因为谢谢，因为其实感恩啊，看我们这样靠背，没有啦，就是等一下觉得我们好像怎么样在那边哭，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感恩，我很感谢。贵人，因为一路上真的好多贵人在帮我们，因为真的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，对，讲那个到天亮这个，我觉得算小事，其实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像其实我们为了赶中秋连假这几天去摆摊的量，对，其实我们在前2天发现了，我们有一批鸡翅是。我们觉得不 OK 的，我们就丢掉。我们去丢了600多只鸡翅，其实很心痛。但是不可能把我们觉得不好的东西卖给消费者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对。然后纯手工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要知道鸡翅好，我们就是照我们平常的方式去做，然后我们也检查得很严格。对。然后其实就是要怎么讲，就是说，在这整个过程当中，我相信，当然支持我们的朋友很多，真的谢谢你们。那当然质疑我们的朋友也是会有，绝对会有，但是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，就是。我很感谢质疑我们，因为嫌货人即是买货人。对，就是你在有疑虑，或者是说你有高标准，那个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像有一些酸民啊，也是常常会来酸我，可是当我也去回他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们有沟通，有沟通之后有达成共识，他就变我的粉丝了。对我觉得嫌货人就是买货人，这个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就是有批评，我们才会有成长、有进步跟动力。那只是说我们第一次跨足餐饮业，我们没有开店，没有开餐厅，我们从夜市开始尝试，是最怎么讲，最接地气的方式，因为我们。在这里融入恒春的生活，我们其实就是想说摆摊、交朋友，然后做吃的，然后大家支持我们，我们量就开始做大了，也开始就是辛苦，开始累，我们才明白说原来真的是不管所有的摊商、小吃店，你们都是用辛苦一点一点的劳力、健康，然后去换来的。
对啊，对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自己没想到我可以就是到今天，我觉得真的刚刚要讲的，谢谢很多人，就是说一路走来到现在，不管是贤或者是所有的人都好，只要帮过我们的，我们都记得。对。刚开始记得妙妙姐还陪我们去恒春的早上的菜市场，然后就是跟我们说他都是去哪里买鸡肉啊，然后我们就这样一摊一摊的去认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会跟你说，教你说啊，这个到时候我们配料拿捏这个比例，我们要把它记下来，什么的。我们其实刚开始在做的时候，阿北也是早上7点就起来了，然后啊，在冬天的时候拔鸡毛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做鸡脚的时候，阿北要一只一只的去剪那个指甲。对，然后剪到手都冻到了。对啊，就是我想讲的，就是说很多东西，当然大家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东西，就是你们看到的，只是说哦一只200，然后一只5只这样一只40块，其实背后真的太多辛苦的东西，我们都没有讲，因为我觉得讲出来。大家只会觉得说，有人不喜欢我们的，可能就会只会觉得说，啊，你们就是怎么样，一点苦都不能忍受吗？不是不能吃苦，是我们愿意做。